好，大家早晨，早晨，好開心咧，今日咧可以喺呢度咧同大家一齊嘅敬拜主喎。好啦，咁咧我哋開始之前咧，麻煩你拎一拎你個電話出嚟望一望，熄咗未？或者熄咗個鈴聲未？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翰福音4章23至24節。讓我哋咧都用我哋嘅心、我哋嘅靈去稱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福源。我的心，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以恩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天離地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他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仁義，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他是我的神。我哋咧一齊起立啊！我哋咧一齊低頭嘅祈禱。親愛嘅天父，我哋咧都謙卑嘅嚟到你嘅面前，因為咧我哋本都係罪人，我哋咧唔配咧企喺你嘅面前。但係天父啊，你滿有慈愛，你有憐憫，你有無盡嘅恩典，你願意咧洗淨我哋一切嘅過犯，我哋咧先至可以咧站立喺你嘅面前，去開口去歌頌你。天父啊，願意你坐喺你嘅寶座上面，去好好咧去享受我哋對你咧從心發出嘅呢個敬拜。感謝天父，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福源。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
頌耶和華。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風雨。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不可忘記他的恩惠。他以仁愛慈悲為你嘅冠冕，他以仁愛慈悲為你為受屈的人伸冤。為受屈的人伸冤。天離地有何等的高？天離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愛也何等的深，東離西有多麼的遠，他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這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他是我的神。天離地有何等的高？天離地有何慈愛有何等的深？他的慈愛也何等東離的深，西有多麼的遠？東離西有多他使我麼的的過犯也離我遠，多遠？他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耶和華有憐憫的愛，這有豐盛無盡的恩典，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他是我的神。我哋咧都繼續咧用音樂、用詩歌去歌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沒有佩戴冠冕，沒有佩戴冠冕，沒有俊美的臉，王懷尊貴，謙卑降生，領略人生苦痛，甘承受嘲諷，全是你為我付上贖罪救恩。為你我要歌唱，為你我要擺上，全然宣告基督作主，締造人生的美，豈能盡寫上？誰像你愛為我如此徹底，讓我歡欣敬拜頌讚主，歡呼敬拜頌讚他，榮歸於你，配得稱讚。耶穌得勝軍，萬世都因你愛被變改，都因你愛來腐敗。高舉你是君王，頌讚主基督救贖愛。沒有佩戴冠冕，沒有俊美的臉，王懷尊貴，謙卑降生，領略人生苦痛，甘承受嘲諷，全是你為我付上贖罪救恩。為你我要歌唱，
為你我要擺上，全然宣告基督作主，締造人生的你，豈能盡寫上？誰像你愛為我如此徹底？讓我歡欣敬拜，讓我歡欣敬拜，頌讚主，歡呼敬拜，頌讚他，榮歸於你，配得稱讚，耶穌得勝君，萬世都因你愛被變改，都因你愛來腐敗，高舉你是君王，頌讚主基督救贖愛，讓我歡欣敬拜，頌讚主，歡呼敬拜，頌讚他，榮歸於你，配得稱讚，耶穌得勝君，萬世都因你愛被變改，都因你愛來腐敗，高舉你是君王，頌讚主基督救贖愛。親愛嘅主啊，我哋咧真係要滿心嘅感謝你，因為你真係好愛我哋。你唔單止咧願意咧為咗我哋嘅緣故降世為人，仲願意咧去犧牲你自己。主耶穌，你嘅死咧唔係普通嘅死，你喺被釘十字架之前咧，你飽受痛苦，你被凌辱，你被鞭傷，被刺傷，你喺十字架上面就挨咗好多個鐘，你真係咧被人迫害，被死亡。主啊，你話我哋咧所做嘅呢一切，我哋都唔敢去忘記，我哋都好感謝你，更加感謝天父，你因為咧從死裏復活，你嘅復活咧讓我哋知道，你已經咧得勝咗死亡。我哋咧只要將我哋嘅生命交託喺你嘅手上，我哋就可以咧無所嘅懼怕，因為咧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你已經得勝一切。願意咧，我哋嘅一生咧都去榮耀你，願意更多嘅人咧都去認識你呢位咧咁好嘅主耶穌基督獨一嘅真實。感謝天父，聽我哋祈禱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大家清楚。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多嗎？約翰福音第1章。是屬神聖的恩典，我在明了你的奇妙的力，我等候，願那摸着你的心意，未來的路，願走在你記憶中，獻上我最愛，在祭壇前不帶走，帶領我前往你所應許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驚濤駭浪，主與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標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順服的最終獎項。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全部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这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哋咧都閉上我哋嘅眼睛。耶穌咧復活之後咧，佢向門徒咧去顯現。有一日咧，佢嚟揾彼得，佢問佢：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今日咧係復活節，如果耶穌基督嚟到你面前，去問你同一個嘅問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呢啲嘅這些咧會係指啲咩咧？你會咧點樣回應耶穌呢個問題咧？我哋咧都有一段安靜嘅時間。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全部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全部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曾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哋咧依家咧都有關心家事嘅時間。弟兄姊妹，復活節快樂啊！咁咧就今日裏邊咧，我哋有好多嘅新朋友可能嚟到呢次嘅旅行啦，或者啲探訪啦咁喺處咧，我哋首先代表我哋教會歡迎你，咁都希望咧提到你嘅名嘅時候咧，都請你喺個座位裏邊企起身，等我哋弟兄姊妹認識你，同埋代表我哋教會嚟歡迎你，好嗎？咁有幾位咧係阿陸傳道嘅朋友係咪？香港沙倫堂嘅弟兄姊妹，咁就 Wesley 啦，顏思賢同埋鄭思忠嘅弟兄姊妹，歡迎你企起身先啊！歡迎你啊！請坐請坐。咁我知道你哋聽日咧就落去 Tasmania 玩嘅啦，咁希望你哋能夠嚟到澳洲係玩得開心啊！咁跟住咧就係有一個家庭咧都係陳平芳先生Jonathan 同埋蘇翠文歡迎你哋家庭，係請坐請坐，係請坐，歡迎你哋。咁仲有一個嘅家庭咧，就係呢個嘅 Boris 竹遠山嘅家庭 ，Boris OK 咁喺下邊。咁喺處咧就想問多一聲咧，就唔知第一次嚟我哋教會裏邊，我哋冇提到你嘅咧，大家都認識啦。咁都希望咧弟兄姊妹代表我哋教會嚟歡迎一啲嚟到啱啱嚟嘅新朋友。咁其實咧今日咧大家見到我哋個敬拜隊咧。其實係我哋幼兒家庭組嚟嘅，咁新嘅組合嚟嘅個係，即係敬拜方面，咁就都希望喺個復活節裏邊咧，同大家一齊去敬拜神啦，一齊喺當中有思想神俾我哋嘅恩典。好，咁跟住有啲嘅家事嘅分享。咁第一樣嘢請弟兄姊妹留意，嚟緊星期六夜晚就4月3號凌晨3點嘅時候咧就結束夏令時間，請將時間較慢1個鐘。如果你冇較慢嘅結果係乜啦？咁你就一定會早嚟，你怕我哋以為我哋被提㗎啦，冇人嘅呢個教會嚇，咁所以要留意一下啦。OK， 跟住尋找復活蛋旅行，咁喺呢個嘅嚟緊星期一，即係聽日啦。咁咧就9點半，我哋嘅幼兒家庭組咧，我哋有一個嘅活動叫尋找復活蛋旅行。咁咧就喺呢個嘅 Castle 嗰邊嘅，喺 Bacon Park。咁咧，如果想參與嘅話咧，就請見到先頭嗰扎嘅弟兄姊妹問佢哋得㗎啦，咁可以同佢哋一齊去，咁歡迎參與嘅。咁咧就而家我哋咧就喺呢個兒童家庭支援小組咧 Cap Group 咧，就係星期六啦，嚟緊就2點至4點喺翻河邊醫樹，咁有個嘅夫婦講座，個主題夫婦同心建立美好家庭。咁希望咧弟兄姊妹，如果你係家庭組兒童家庭組嘅話咧，都歡迎你參與嘅。咁喺上個星期咧，我哋嘅崇拜嘅情況，咁喺粵語我哋呢堂嘅崇拜咧，我哋有134人啦，10幾位嘅小朋友啦，我哋有嘅獻金封額有51封嘅，咁請繼續紀念到教會嘅情況啦。咁我哋就報告嘅事情喺咁多，咁將時間交翻俾呢個 Cap Group。大家好，介紹我哋呢個幼兒組。嘅全名係乜嘢啊 ？Child and Family Support 係啦。咁咧，其實我哋呢個小組咧係專係為一啲有年幼細路仔嘅家庭而設嘅。咁舊年咧，我哋已經開始咗1年㗎啦。咁咧，舊年咧由開始咧，我哋有11個家庭總共參與過我哋呢一個小組嘅。咁咧呢啲嘅家庭咧，其實咧係來自唔同嘅堂會嘅。佢哋係有Chatswood Eastwood 國語堂甚至其他嘅教會。咁咧，但係嚟到 CCA 崇拜嘅咧，只有1個家庭嘅啫。咁去到年尾嘅時候咧，就有7個家庭咧係有呢個經常性嘅喺呢個參與嘅活動。今年咧，我哋 CAF 小組舊年嘅小朋友已經長大咗，咁我哋 CAF 組咧都長大咗。因為咧今年咧，我哋咧就由舊年1個家庭咧就組合成由一個由四個家庭組合嘅一個核心家庭。咁咧就你見到我哋同學嘅家庭啦，咁咧就。而嗰個支援咧，亦都係擴展到去有4至7歲小朋友嘅家庭。咁咧，我哋嘅小組咧就每1個月咧就有2次嘅聚會啦。咁包括咧由我係
一啲嘅講座咧，係關於呢個幼兒嘅情緒發育，仲有啲親子啊同埋夫婦關係，好似嚟緊呢個星期六就有呢個夫婦關係嘅講座。咁呢啲講座咧，我哋就係邀請咗一啲外邊嘅講員嚟到幫我哋講嘅。咁咧就我哋由2月份、3月份呢兩個月咧，總共已經舉行咗4次嘅聚會。咁咧其實就已經喺外邊嚟到參加我哋呢個小組嘅咧，就已經有6個新嘅家庭。咁咧我哋今年咧4個核心嘅家庭組成嘅小組咧，就會係俾一啲關顧喺呢啲新嘅家庭啦。咁我哋希望咧有一個喺社區裏邊咧嚟到成立一個呢個聯絡嘅網絡。咁咧就希望邀請多啲外來嘅家庭嚟到參加我哋呢個教會嘅聚會啦，同埋小朋友咧就希望佢哋係好細個已經可以喺教會得到神嘅説話嘅學習同埋成長，因為所謂咧係3歲定80啊嘛。咁咧就除咗我哋呢個CAP 小組嘅成員之外咧，仲有咧其實我哋有一啲年輕嘅夫婦，佢哋啲小朋友就大啲㗎啦。咁咧佢哋都願意係參加我哋呢一個小組嗰個支援嘅，就譬如話係行政方面啦，又或者係一啲推廣嘅服務嘅推廣啦、宣傳啦，同埋呢啲聽日嚟緊呢個執復活蛋嘅活動咧，佢哋都有份幫手嚟到參與呢個工作。咁咧就除咗喺我哋依家台上今日勁大嘅 CAP Group 之外咧，其實咧我哋嘅小組咧喺呢個擴展方面咧，其實唯一一個困難咧就係託兒嘅服務，因為咧喺舊年嘅時候，直到而家我哋一路咧都係唔夠一啲人手係幫手託兒，因為咧為咗呢啲父母咧可以專心嘅咁嚟到參與呢個講座啦，又或者係查經啊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咧有人手可以幫佢哋睇細路仔，但係咧好多時咧，特別係喺講座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新嘅家庭邀請咗佢翻嚟，我哋咧喺人手方面咧係好難咧估計到咧究竟有幾多小朋友需要我哋嚟到係學兒嘅。咁所以咧好彩咧，我哋教會咧就即係神嘅恩典真係好豐富。我哋咧每一次認為以為係唔夠嘅時候咧，神都有好豐富嘅供應。咁咧所以除咗喺我哋台上呢一班嘅 CAP Group，台下咧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其實咧每一次我哋開組嘅時候，佢哋都會嚟幫我哋手嚟到託兒嘅。咁咧就如果你仲未係有呢個喺 CAP Group 嘅參與嘅話咧，其實咧你都可以幫我哋手嚟到推廣我哋呢一個嘅小組嘅。例如咧係我哋出邊有啲單張係獅子台嗰度啦，你可以俾你嘅朋友啊、親戚啊或者鄰居。幾時咧你聽見咧隔離個細路仔成晚都喺度喊咧，冇瞓嘅你喺度嘈住你咧，其實咧我相信你可以咧邀請佢翻嚟我哋呢一個小組嗰度嚟到聽下啲講座啦，或者咧我哋可以俾一啲支援佢哋嘅。咁樣咧係我哋嘅報告嘅地方。多謝大家。咁咧，我哋咧都其實好似小朋友嘅喎，小朋友咧好中意咧，即係父母去到邊咧，佢哋都跟到實咁樣噶嘛。咁我哋咧係天父嘅兒女，我哋咧都應該咧係中意黐住我哋嘅天父，佢去到邊，我哋都去到邊嘅。讓我哋咧一齊唱首詩歌，勇敢走出去。是尽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来到人群中。我並不完美，我並不完美，也並不特別，而你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我時常軟弱，
有時會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要往哪裡走，我就跟你走，領我走到世界盡頭，一生不再回頭，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我們的禱告，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帶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裡走，我就跟你走，領我走到世界盡頭，一生不再回頭，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我們的禱告，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帶到人群中。正道嘅時間，我哋有請蔡牧師。咁等阿蔡牧師上嚟嘅時候咧，咁都有啲嘅介紹啦。咁今日咧就係好特別啦。咁我哋請咗蔡桂恒牧師喺當中，我哋嚟分享一啲靈情嘅課程啦。近日，咁所以今日就邀請佢哋幫我哋講呢個嘅崇拜。咁蔡桂恒牧師咧就係呢個嘅香港靈根智藉國際網絡嘅創辦人同埋會長。咁咧其實咧佢就係一路都推動緊好多靈命塑造，同埋推動緊一啲係呢個生命成長嘅一啲嘅課程。咁喺呢個北美啦，喺香港啦，其實都喺教界裏邊咧好多年㗎啦。咁我傾開偈，原來知道佢仲比我哥哥咧高一屆畢業嘅。咁即是話應該都牧會40年㗎啦，應該畢咗業。好咩？咁咧就喺當中咧就係即係教會做牧養咧就20幾年啦，我知道。咁就其實喺唔同嘅神學院都係教書咁係亦都係教授一啲靈情嘅課程啦。咁就將時間交俾阿蔡牧師啦。我嚟咗澳洲，我話你去澳洲，你真係好辛苦噃。你喺溫哥華飛去澳洲咁咧但因為佢係一個創作嘅人啦，可以話係咁，所以咧佢話澳洲有一啲嘅弟兄姊妹邀請佢，咁所以咧佢就嚟，佢又嚟咗好短啫，仲短過我。咁咧6日，咁咧就4日3夜咧就喺個 camp 嗰度，咁所以咧但係佢好感謝神喺澳洲嚟到去服侍。咁佢去完即係翻嚟，咁就同我分享佢喺澳洲嘅經驗啦。咁介紹咗一個牧者，就話你去到啦，你可以揾佢嘅。咁我都仲未揾，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係喺你哋教會啊嘛，仲未揾佢嘅。不過我仲有時間喺度，咁咧就冇幾耐咧，我又收到即係有機會可以我自己又嚟不過師母今次就唔喺即係冇嚟到啦咁就希望下次師母又可以一齊嚟啦咁就你可以認識師母。有冇人去睇過我啲書？或者上過我哋嘅網，去見到師母個樣有啦，有啲人睇到啦咁咧就我想出面除咗今日有我哋嘅機構嘅單張之外咧，咁咧就我哋嘅網咧
就啱啱喺2-3個月之前咧，我哋就刊登咗由我寫嘅365日嘅靈修，咁你就可以上網睇到嘅，有錄音嘅，即係有，但係而家嗰個 app 真係未做好啊，咁咧就即係你去到我哋個網站一個 front page 就係365，咁你就見到噶啦，咁咧就係即係我寫嘅嗰啲嘅靈修嘅文章，好短嘅啫，因為即係而家我哋都唔可以咁長嘅睇得，係咪啊？咁咧就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咁另外咧就後邊有啲嘅書，大家一陣間都可以去睇啦。今日咧我哋思想嘅經文咧就有幾段，咁咧就我哋好多嘢想講啊，咁所以咧即係可能就會好長，咁咧就即係不過好早啫，而家都係10點幾啫，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參加我兩個仔咧都係喺Praise and Worship 嘅侍奉啦。咁當然佢哋就係英文嘅，即係我哋叫佢做英文人啦，即係佢係 Chinese 嚟嘅。咁咧就淨係即係未講道之前咧，即係已經淨係唱1個鐘頭啊，係咪啊？即係咁咧就，咁佢音樂好好嘅，係咪啊？呢邊係咪啊？即係講英文嗰啲人啲音樂好啲嘅。我大家知道其實我做緊咩嘢而家嗬？你知道我而家做緊咩啊？未講到嘅而家。我喺神學院讀講道學嘅時候咧，咁咧就啲同班同學咧就話：啊，你好着數啦咁。咁點解佢哋咁講咧？因為我喺大學嘅時候咧係讀歷史同政治嘅，咁嘅時候咧就自然要修一啲演講嘅課程啦，即係 speech 嘅 course 啊。咁其實演講咧係有好多即係吸引人哋嘅技巧嘅，其中一個演講吸引人嘅技巧咧就係唔出聲，咁你就 draw 到嘅 attention， 點解佢唔講嘢嘅而家咁 ？OK，另外一個就係咁要 make 個 connection， 我哋話 OK，咁你開始知道我有兩個仔啦，佢係帶敬拜嘅。佢係講英文，都識講廣東話嘅。咁我有太太，有兩個仔。OK，咁我其實畢咗業都係32年嘅啫，冇40年。咁咧就，師母都好中意唱歌嘅，所以我哋喺香港同埋喺溫哥華咧，我哋就有一個regular 啲嘅，我諗4個月一次到啦。又叫馨香晚祭，咁但係我哋會唱，由青年聖歌至到去福 hymns， 至到去生命聖詩、讚美之泉、生命河、Hillsong， 我哋都會唱嘅 ，OK。但係因為我哋係古老嗰啲啊，我哋都係好欣賞到古典聖詩嘅咁今日你哋冇揀啊，因為你哋係敬拜隊，所以就唔係嘛。不過好多謝你哋，但係我哋 very good
3段經文，咁咧就要帶出一個題目叫做靈性逆轉。復活咧，絕對係一個逆轉，由死亡到復活，絕對係逆轉。而我哋生命嘅逆轉，係透過耶穌基督進入死亡、埋葬，然後復活所帶嚟嘅一次大改變。咁我哋今日就要透過呢段經文睇返呢位嘅復活主，究竟係點樣嚟到去逆轉我哋嘅人生，點樣嚟到逆轉我哋嘅靈命。我哋可能都信咗主有唔同嘅日子，但係我哋係唔係完全真正嘅認識呢位嘅復活主咧？每年都有復活節，我哋除咗家庭去同佢哋復活蛋之外，係真係好嘅，你帶埋呢個小朋友喺度。我哋對復活有啲乜嘢親身嘅經歷，好重要。當然，我哋講到呢個復活，唔單止係死後永恆生命嗰種復活，而係喺我哋整個基督徒人生嘅裏邊，由我哋決志之後嗰個靈命嘅更新，嗰啲嘅經歷，我哋有幾多嘅見證，我哋有幾多嘅親身嘅體驗，我哋認唔認識呢位復活嘅主？我哋認識呢位復活主有幾深？我哋體會佢嘅愛，佢嘅憐憫有幾多，有幾深？咁呢2日都有機會講過，就係我哋體會一樣嘢，體會得深，其實往往係我哋喺一啲困難或者軟弱嘅時候，我哋能夠體會到嗰樣嘢更深。我睇過一個古仔，應該係張曉峰寫嘅一個古仔咁樣。有冇人知道張曉峰係邊個喺度 ？OK， 有人岌頭，我見到啊，唔識嗰啲問嗰個岌頭嗰個人啊。佢講緊一對走難嘅夫婦。一對走難嘅夫婦，咁就走難乜都冇啊，乜都冇。咁我特別中意嘅呢部分咧，就係嗰個丈夫嗰個丈夫咧就因為佢哋冇嘢食啊，淨係得一個橙。橙咧，北方叫做咩啊？唔係叫橙啊，主子。唔知係咪咁主字 ？anyway， 佢唔係寫橙噶嘛？張曉峰係即係台灣人嚟噶嘛？佢攞起嗰個剝咗搣開晒，然後咧分開，第一半俾佢太太。OK， 你嗱，而家睇唔睇到呢幅咁嘅圖畫？呢一個係震撼到我嘅時候，係因為佢係將一個好親身嘅經歷，將一個走緊難嘅一對夫婦，似乎好平凡，佢哋冇嘢食啦，得返一個橙，但係可以分享呢個橙。咁裏邊有好多嘢講緊嘅。我哋親身去體驗主，完全嘅認識佢 ，know him well，love him better。Desire him, follow him。嗱，呢啲我哋有好多年嘅主日學同埋聖經嘅教導嘅理論，但係我哋係唔係真係
認識佢呢？我哋有冇親身體驗呢？喺你嘅基督徒人生嘅裏邊，有幾多次你覺得係好大嘅逆轉，好大嘅更新呢？你渴唔渴望有啲嘅突破呢？你想突破成點呢？有啲嘢冇得突破，有啲嘢可以突破。即係彈琴啊，對我嚟講係好難，因為我喺理論上面咧，我打唔破一個我自己設定嘅規律喺我裏邊，即係諗唔通嘅一樣嘢。因為我裏邊有一個諗法，我話兩隻手點解可以做唔同嘅嘢嘅咧？我屋企有兩個人係彈琴嘅，一個叫做家姐，一個叫做妹妹。OK， 佢兩個又係有意無意話俾我聽，你係唔識彈琴同埋唔識唱歌嘅。佢哋兩個都係基督徒嚟嘅。我要講啲冇惡意嘅，我家姐同我妹好好嘅吓，但係即係佢哋太叻啊嘛，因為係咪啊？有啲嘢好難突破，但係靈命成長係可以突破嘅。不過就正如我一樣，你俾咗自己好多嘅框框，我唔得噶啦。我有時坐喺下邊呢度準備講道嘅時候，我都會有啲咁嘅經驗嘅。喂，我唔識呢班會眾啊！我講咩啊？我唔識呢班會眾啊！我講到邊度啊？好多呢啲咁嘅諗法，靈性嘅逆轉可以突破。你有冇親身嘅體驗？我哋而家仲係嗰個 introduction 咯。因為今日下晝2點半先聚會嘅啫，我有好多時間喺度。不過有小朋友嗰啲我要講快啲。Know him well。咁你嘅靈性，你嘅生命就要逆轉。咁點為之完全嘅認識佢咧？馬可福音第1章35至到第37節呢段嘅經文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喺度講到耶穌就去到山上面嚟到去祈禱，係啊，你係咪 Eric 啊？呢個唔係啊。Derek 係嘛？係啊 ，Derek 係 Derek 啊 ，Derek 咧就係 Jessica。OK 啊，好特別嘅。喺度講到耶穌喺天未亮嘅時候，佢就去祈禱。然後嗰啲門徒去揾佢，然後佢哋就講咗一句說話，話眾人都找你。第36節話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咁呢個說明佢哋似乎有一種嘅有少少緊張嘅狀態都唔定。但係如果你留意呢段嘅經文咧，喺35節同埋37節之前同埋之後咧，其實係講緊耶穌點樣嚟到去醫治同埋趕鬼同埋去宣講。喺前文同埋後理都係講緊耶穌係點樣憐憫，係點樣醫治，點樣釋放，點樣赦免、教導、趕鬼、差遣等等。喺前文同埋後理，但係中間由35至37節就有呢段嘅說話，講到耶穌去祈禱。呢位憐憫嘅主，亦都係為我哋禱告嘅主。佢非常嘅忙碌，
佢禱告，然後又有行動。佢為我哋禱告，但係同時佢實踐呢個憐憫嘅行動。門徒其實係好熟悉耶穌嘅，佢哋知道耶穌會祈禱，亦都係知道耶穌會醫治、宣講等等，做好多關心人嘅嘢。但係我諗佢哋好緊張啊，所以呢段說話出咗嚟，眾人都找你。我哋嘅復活主係因為佢嘅憐憫，係因為佢嘅救贖，係因為佢嘅醫治，係因為佢嘅大能，係因為佢講嘅道理係一個新嘅道理。意思即係話佢能夠影響人嘅心，更新人嘅生命嘅道理。於是喺當代，喺嗰個時候，好多人都要揾佢。今日我哋有冇揾耶穌？聖經裏邊其實唔單止講到呢班人，當時門徒講咗句說話，眾人都找你。咁你睇翻前文後理咧，眾人都找你咁，然後咧跟住嗰段嘅經文咧，就係立刻就係講到耶穌就話：你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嘅山村，我喺嗰度傳道，因為我係為這事出嚟的。於是就喺加利利全地進咗會堂傳道趕鬼，然後跟住又講佢點樣潔淨嗰個長大麻風嘅人。我哋今日都要去親身嘅尋找呢位嘅耶穌，喺嗰度得着佢嘅憐憫，得着佢嘅醫治，得着佢各樣嘅恩典。咁喺聖經嘅裏邊，其中有一個人物我都幾中意嘅，咁好多人物我都中意嘅就你中意啲咩聖經人物咧？有啲聖經人物咧係會尋找耶穌嘅，有啲聖經人物咧係逃跑要離開上帝嘅。咁我幾中意嗰個人嘅，佢姓約嘅，叫約拿。約拿真係好好玩嘅，你有機會查經啊，但係我唔係叫大家去實踐嗰啲嘢吓，下個禮拜要翻嚟聚會啊！你哋撒該啊，我講過係撒該啊，即係佢嗰種尋找耶穌嗰個係好生動嘅描寫到出嚟。今日你點樣尋找耶穌？今日你尋找耶穌嚟做乜嘢？抑或你尋找一啲嘅方法，抑或你尋找一啲嘅滿足？喺過去呢幾日，其實有一個好簡單嘅信息，就係你自己可以尋找到耶穌。所以我好羨慕嗰啲識彈樂器嘅人。彈吉他嗰個去咗邊度？頭先吉他坐咗喺度彈得好好啊！吉他係咪啊？因為吉他可以自彈自唱啊嘛。彈樂器係一個親身體驗嚟嘅。你同我琴幾乎係成為咗一體咁樣噶啦，係咪啊？唔同我啊，我淨係識彈 scale 嘅啫，scale。咁我有時會 dream， 就係話我同架車已經成為一體啊！前兩日有嚟嗰陣就知道我好中意車，講啦，唔即係我梗係想咩，即係蓮花啊、法拉利啊，講冇啦，梗係冇啦。你同佢好親密嘅，呢個尋找你，眾人都尋找你。喺耶穌嘅時代，好多人尋找耶穌都係要得醫治，都係得憐憫，甚至有啲人係因為可以喺耶穌嗰度聽到一啲好好聽嘅嘢，或者係得到某啲嘅益處。我相信聖經裏邊同我哋講嘅呢種尋找你
係代表住一種好親密，代表住一種好熟悉嘅了解認識。你同佢非常親密，你認識佢好有默契嘅一種嘅了解。咁嘅時候，我哋呢種尋找耶穌，要遇見佢，必須成為我哋嘅操練。喺度，我哋就要稍為改變我哋嘅心態，唔單止話靈修係好嘅，唔單止話靈修係需要嘅，而係我唔能夠唔靈修，我係喜愛靈修，我一定要尋找到耶穌。我可以尋找唔到蔡桂恒，我可以尋找唔到李院長、鮑博士、曾博士，我可以尋找唔到。我而家立志翻去將佢哋啲帶同埋蔡桂恒嗰啲書一間唔好買啊！我講真嘅，你可以唔買。呢兩日咧就係買完你又叫我簽名咁，你都未睇。有啲嘢我可以講嘅，因為吉他我聽咗啦嘛，已經。Good。個琴唔係好聽到啊，頭先點解咧？因為頭先坐喺嗰個位點解吓？唔知點解啊？係我嘅耳仔嘅問題可能都係。尋找你係你親身去接觸耶穌，唔需要有代理人嘅，需要有人幫助嘅。我哋需要有牧者，我哋需要有導師，我哋需要有靈友，但係唔需要有 agent 嘅。OK， 你自己親身去尋找。呢一種就係你嘅操練，而呢種操練唔係話我要去做多啲嘢，因為靈性嘅操練唔係一種嘅責任，靈性嘅操練係因為我喜歡咁做，係因為我冇咗唔做呢樣嘢唔得，所以我嘗試將佢分別嘅時候，靈性嘅操練我哋叫佢做一種嘅 practice 就唔係做嘢。我操練，我最近同師母講，我話我都想學翻吉他，不過我好痛啊，好痛啊，痛唔痛啊？佢話遲啲你就唔痛噶啦，因為有啲疹啊出咗嚟啊，咁樣又唔痛。咁彈鋼琴唔痛噶嘛，係嘛？但係鋼琴你兩隻手做唔同嘅嘢啊嘛。咁吉他都好似係噶啦，吉他少少唔同嘅，撳啫嘛，撳然後不過掃同埋勾都好難嘅其實。咁不如我唱就咁算啦，我唱啊唱唔到吓。阿妹就話：你把聲喺後邊啊，你知唔知啊？我話咩叫做把聲喺後邊啊？我唔明喎，把聲有前同後嘅咩？然後佢又講嗰啲音域區啊，咁你音樂係咁關我咩事啊？音域區呢個係親身體驗到自己唔得，親身體驗到自己唱唔到歌，親身體驗到唔識唱，咁呢個好親身啊！但係我哋要尋找耶穌，如果帶住呢種親身嘅態度，縱然係尋唔到，個過程本身係好有意義嘅，即係嗰個過程你去尋找耶穌。就係一種 practicing， 我哋叫做就唔係 doing， 而操練呢係要不斷嘅嚟到經驗嘅。我記得咧，我細個咧就好中意打乒乓波，咁咧就一日打6個鐘頭係咁打啊，咁咧就都打得幾好噶啦，有一個時間啊，咁我唔會覺得。操練打乒乓波點樣發球啊？點樣啊？我哋叫做起板啊嗰啲咁啊！而家就咪都唔要爭啲嚇。咁咧就我唔會覺得嗰啲係做嘢嘅，我唔會有好大嘅責任感，因為我而家係操練，因為我有個目標理想，我要做世界冠軍。後來發覺我同世界冠軍嘅水平啊，差得非常之遠啊！
我參加過全港公開賽嘅，我冇理由。嗰個編排啊，第一輪啊 ，first round， 我對香港第2名嗰個喎，有乜理由啊？你起碼對香港第200名嗰個咁，等我入咗圍先啦。但係嗰個操練嘅過程。嗰個操練嘅過程，我而家仲記得，哇！由朝打到晚啊，拉住我細佬啊，拉住我啲朋友啊，操練 practicing， 操練就會越嚟越成熟。尋找個過程係重要嘅，眾人都尋找你。有一個好出名嘅美國嘅 ice skating 嘅一個嘅攞咗好多 champion 噶啦，叫做 Michelle Kwan， 可能有啲人聽過。佢形容佢自己係點樣嚟到去練嗰個轉嗰個圈，無論係夏天、冬天，冇人不斷嘅日子，每日練咗好多回，就係練嗰個咁樣轉佢。我哋見到佢哋喺 ice skating 嗰啲比賽嗰啲人喺度咁樣自轉咧，嗰個咧，我覺得好好睇啊！咁，哇，佢唔知跌咗幾多次啊！咁但係佢跌咗幾多次，佢繼續去咩啊嘛？就唔同我啊嘛。我輸咗一次咧，你第2名梗係你贏啦。輸咗我以後都唔打乒乓波啦，以後都唔打乒乓波冇問題啊。但係信仰我哋唔可以放低，我哋要尋找我哋嘅主，親身嘅經歷，尋找個必尋見。馬太福音第6章就係講到我哋可以去到內室嗰度嚟到去祈禱。呢度3段嘅經文中間就係穿插咗主禱文。你翻去睇馬太福音6章1至18節，中間穿插咗主禱文，但係喺其他3個段落嘅裏邊，都係有同一個嘅記載，就係話我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我父必然報答你。上帝係垂聽嘅神，上帝係聆聽嘅神，佢要帶領你，佢要賜福俾你，佢係憐憫嘅神，復活嘅主係憐憫嘅神。第2段經文我哋要去睇嘅係馬可福音第9章，呢段經文都好熟悉嘅。馬可福音第9章就係其實大家好熟悉嘅登山變像嘅經文。登山變像嘅經文呢度當然就係、如果從英文嚟到翻譯就係嗰個 transfiguration。咁但係咧，其實原來呢個文字咧係 transformation， 係講到嗰種更新。呢度似乎有一種馬可有一種嘅語意嘅表達。就係似乎係要說明耶穌登山變像呢種榮耀，係說明咗佢嘅復活，係說明咗佢可以嚟到去更新，說明咗我哋嘅生命同樣都可以變到好似耶穌咁樣。Transform 就係 change the form。將嗰個容貌形象改變，轉到嗰個 form 好似耶穌咁嘅 form， 我唔可以轉到耶穌咁嘅 form 噶，唯有耶穌可以幫我轉變更新到好似佢嗰個嘅形象。馬可福音第9章呢度講到耶穌喺佢哋面前變咗形象，衣服放光，極其潔白。呢度話地上漂布嘅都冇人更漂得那麼白。因為我讀呢段經文嘅時候，似乎佢係強調到嗰種嘅光芒，嗰種嘅白。咁呢度我哋可以想到嘅就係話一種生命嘅潔淨。我哋可以想到一種好似透明嘅色彩或者光彩，我哋都可以想象到呢種嘅白唔係我哋可以用分析理解嚟到完全明白嘅。就正如耶穌喺佢哋面前改變了形象，門徒都唔明白，所以呢個係一種嘅奧秘。當呢個奧秘表達出嚟嘅時候，門徒有啲嘅迷惘，
佢哋先知道原來佢哋所認識嘅耶穌一直以嚟只不過係一種片面嘅了解，所以耶穌登山變像係要佢哋更加全面嘅了解佢自己。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嘅靈命嘅成長必須由一個片面嘅了解去到一種全面嘅了解，呢種全面嘅了解係一種親身嘅理解，冇人代替你㗎。我個仔咧喺 high school 嘅時候咧，有唱詩嘅，就唱喺 high school 唱個 choir 啦咁樣啦。咁我個大仔咧就係打鼓嘅，我似唔似啊？我跟佢學咗半堂喎，哇咁難嘅，仲難過琴啊！咁佢咧就係個聲音都幾好嘅，似媽咪啦嚇。咁咧就佢 solo 啊，有時即係先生俾佢 high school， 其實都唔係好難嘅，我諗係咪？唔知啊，佢好過我啦，肯定咁啊 solo。但係咧好奇怪即係佢喺加拿大讀 high school， 咁其實我諗澳洲都係嘅，啲學校都幾好嘅。咁有一次我就去聽佢嗰個即係個 choir 嘅咩啦咁樣，有一個男仔。即係佢個表情咧，就由頭至尾都係咁嘅啫。咁因為我係有好多表情嘅人咧，所以我就覺得嗰啲冇乜表情嗰啲人特別冇表情嘅。我唔中意睇翻我自己啲講道嘅，我唔中意嘅，因為我睇翻就哇咁誇張嘅表情。係嘛？使乜咁咩咧？我唔係專登咁樣咿牙鬆降啊！其實我唔知點解會變咗咁嘅。咁咧，佢嗰個 choir 裏邊咧，嗰個人咧就，同埋我發覺佢係冇唱嘅，佢係冇唱嘅真係。但係老師都俾佢參加嗰個 choir，老師都俾佢參加嗰個 choir。咁你話真係老師幾好咧？咁呢個就係Canada 嘅 high school 同埋，即係我諗其實好多，我諗 Australia 都會嘅，因為俾佢參與啊嘛。但係我喺度諗，佢話點解你唔試下唱咧？由片面去到全面，其實嗰個過程係必須嘅。樂器嘅操練，靈性嘅操練，上帝要你明白豐盛嘅生命喺你嘅靈情上面係一步一步越嚟越深嘅體驗。咁你話可唔可以一步體驗晒咧？你想唔想？我認識一個姊妹，佢真係跨一大步嘅成長啊！但係佢之前好苦嘅，家庭、丈夫、細路仔都令到佢好多煩惱，我都認識佢哋，但其實佢唔係真係苦得咁交關咯。不過 teenager 嗰陣時佢個細路仔，佢覺得好苦，丈夫又咩咁係咪啊？就佢又好過意唔去係咪啊？即係同丈夫有爭執咧，就即係屋企啲碟就碗啊爛咁啲啦。咁明白啊？咁佢就覺得基督徒啊唔應該咁啊，咁啊思前想後咧就好沮喪，覺得自己好唔好，又唔適合做媽咪，又唔適合做咩啊 ？OK 操練親身經歷咁咁佢冇喎，佢又冇聽我講呢篇道喎，所以佢又冇喎。但係佢有祈禱，有一日咧，佢去參加一個聚會。參加完嗰個聚會之後咧，就都一樣啦，敬拜讚美，然後講道咁啊，有人為佢祈禱咁，佢好大嘅改變，有嘅。咁聖經都有啦，聖經嗰個叫做保羅。雖然佢睇唔見有一段時間喺大馬色嘅路上，呢種嘅登山變像又見到呢種嘅奧秘，耶穌俾佢有一種更加全面嘅認識。我相信
可能係你經過 practice 之後，我哋操練，我哋忠心渴慕地跟隨神之後，上帝會帶領你。喺你唔知道嘅時候，有一日可能上帝帶領去到靈情嘅高處，靈情嘅深處，喺嗰度你明白到復活主要賜俾你嘅自由。第三段嘅經文就係馬可福音第16章。嗱，馬可福音第16章咧係講到耶穌嘅復活，然後講到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門徒去耶穌向佢哋顯現。嗱，喺度當然係講緊一個大好嘅信息，因為耶穌從死裏邊復活啦。呢位憐憫嘅神，呢位醫治嘅主，呢位將生命嘅奧秘嚟到啟示，改變形象，俾佢哋更加全面認識神真神嘅嗰一位復活主，而家真正地復活，同埋顯現喺門徒嘅眼前。咁但係咧，第11節、第13節、第14節，如果你去睇嘅時候，我哋都睇到他們不信。呢度特別有意思嘅就係話，他們聽見，第11節耶穌活了啊，然後12節耶穌又向佢哋顯現啊，然後佢哋第13節，他們也是不信。復活嘅主向佢哋顯現，復活其實就係代表住一種嘅盼望，但係更加代表住一種永遠永恆嘅歸屬。但係佢哋信唔到，點解佢哋信唔到咧？我哋必須睇呢節經文，就係第16章第8節。第16章第8節呢度咁記載嘅，他們就出來，從墳墓裏逃跑，又發抖又驚奇，什麼也不告訴人，因為他們害怕。因為他們害怕，從墳墓裏逃跑，又發抖又驚奇，什麼也不告訴人，因為他們害怕。嗱，16章第8節點解咁重要呢？係因為有好多聖經嘅抄本，其實去到第16章第8節呢，就停喺嗰度噶啦。咁所以喺釋經嘅研究上面呢，有啲人話16章第9節至到第19節係後來加上去嘅。如果我哋接受呢個睇法，就話馬可寫到第16章第8節就停喺嗰度嘅話，門徒唔信就有啲理由啦。因為第16章第8節講到佢哋從墳墓裏逃跑，又發抖又驚奇，什麼也不告訴人，因為他們害怕。呢個面對復活，話有一位復活主嚟到嘅情景，同我哋今日話主真係復活咗啦，我哋嘅生命可以大大嘅更新啊！我哋何等有盼望啊！我哋要慶賀主耶穌嘅復活啦！我哋喺門徒嘅身上面睇唔到。如果你睇翻成個福音嘅記載，了解翻嗰個歷史，你更加明白。如果再讀埋《使徒行傳》，你就明白點解其實佢哋係非常戰鬥又非常驚。我哋廣東人話呢班人而家係非常嘅騰雞嘅。呢個場面好惡劣，好混亂啊！然後有一個叫做瑪利亞嘅人，佢話係啊，係噶，佢哋唔信，再顯現唔信，顯現唔信。復活節、受難節，當我哋講復活嘅時候，其實正正係喺我哋水深火熱嘅時候都唔定。
上帝就係要喺最水深火熱，你覺得最唔掂，你覺得冇盼望嘅時候，佢要嚟復活你，佢會要嚟醫治你，佢要嚟更新你。上帝要復活，要更新你，上帝要復活更新我哋呢個群體。上帝要喺福音堂，係福音堂，呢個教會叫做。上帝要喺福音堂，喺我哋6個、7個、8個嘅 congregation， 喺我哋嘅牧者帶領底下，我哋嘅生命要改變，要好大嘅更新。我喺香港嚟，香港有啲嘅亂，有好多唔同嘅困難，嗰啲人好辛苦，但係晚上仍然有人去讀神學，主日學仍然有人返，崇拜仍然有人返。香港仍然有好多教會，大陸嘅信徒。今日我哋可以點樣喺混亂迷惘，好騰雞，好似好唔掂，我哋仍然能夠話主係復活主，我可以有盼望，我要敬拜佢，我要安靜嘅等候佢，我要操練，我要凝視佢，我要默默嘅觀看佢。嗱，有一種講法我唔接受嘅，因為我喺加拿大住過幾年。有一次有個弟兄同我講一樣嘢，我聽完之後，因為佢係長輩，我唔好意思同佢爭執，因為佢喺香港嚟，佢喺香港侍奉。有一次喺聚會完咗之後，佢細聲，差唔多夠鐘啦，係咪？就講完噶啦吓，5分鐘添啦，好唔好啊？5分鐘好唔好啊？吓，好唔好啊？吓。有回應詩嘅，陣間啊，仲有，OK，好詫異佢講一句咁嘅說話，因為當時我喺溫哥華咧，係喺香港去到幫一個教會做一個開荒嘅工作，有10幾人就開始建立一間教會，咁有幾年嘅時間啦，咁咧就咁嗰次就係嗰陣時我哋開始咗冇幾耐咁。有機會佢喺香港嚟，咁喺個聚會咁完咗，咁佢細聲喺我側邊同我講，即係嘛？佢話唔好喺度躲懶啊，唔好喺度躲懶啊！即係北美嘅信徒咧，同埋澳洲啊、紐西蘭啊、Tasmania 都好啦。即係你有冇聽過？你話你喺澳洲就好啦，有前院有後院，靈修生活一定好美滿啦，係咪啊？有咁靜，福利又好，唔好喺澳洲躲懶啊！我唔係咁諗喎，我話澳洲、加拿大、美國啲信徒有其他嘅挑戰㗎啦，佢哋面對主流社會好辛苦㗎喎，佢哋一樣要搵工㗎喎，冇菲傭㗎喎。咁躲懶啫，係嘛？我唔接受噶，所以我唔覺得澳洲或者北美嘅環境係容易啲噶，只不過係另外一種挑戰啊。咁當然有一種挑戰叫做安逸，就係太舒服啦。復活同受難係一個銀幣嘅兩面嚟嘅。如果我哋淨係講復活嘅故事，有盼望係啱嘅，係真係好有盼望。每一次嘅受苦，每一次嘅經歷，每一次嘅創傷，上帝要更新復活，嚟到佢要親自嘅接觸我哋。喺呢3段嘅記載嘅裏邊，其實我哋睇到呢位第一段睇到呢位憐憫嘅主，但係有時我哋好似揾唔到佢咁樣，眾人都找你。第2段講到耶穌登山變像，我哋好似認識佢，但係原來我哋唔係最認識佢，係佢嘅恩典先至使到我哋更加明白同埋了解佢。但係我哋要操練，我哋要不斷嘅嚟到操練，嚟到親近佢。第3段嘅經文係復活嘅主顯現喺一班非常迷惘驚慌嘅門徒面前，但係有一個好單純嘅婦女。
你姊妹特別要諗下呢段嘅經文。點解唔係耶穌最愛嗰個門徒約翰呢？係抹大拉嘅瑪利亞。喺呢三段嘅經文裏邊咧，其實我都仲有諗到有三個，即係喺教會歷史裏邊嘅一啲嘅人物，本來咧就想去做一啲嘅 illustration， 去再解釋我哋點樣尋找，點樣親身經歷。我諗到我可以講下法蘭西斯，可以講下本人約翰，即係寫天路歷程嗰個咧。我亦都想介紹有一位嘅作者叫做 Julian of Norwich， 14世紀嘅一個嘅作者，佢寫咗一本書叫做 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神聖之愛的啟示。 Revelation of Divine Love 或者係 John Bunyan 嘅天路歷程，又或者係法蘭西斯使我作你和平之子。我哋都睇到呢啲係喺靈程嘅旅程上面，呢啲人都係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同埋困難。今日你嘅生命面對咩困難呢？今日福音堂面對啲咩挑戰呢？上帝點樣可以復興同埋更新我哋呢？我哋可以點樣同心起嚟到服侍上帝呢？我哋呢個燈台點樣可以傳遍呢？我有一個老師，佢唔係真正嘅老師，唔係神學院嘅老師，佢係一個好資深嘅做差傳嘅牧者，叫做盧嘉文牧師。佢其中有一個脾氣就係最唔中人講錢嘅，因為佢做差傳，自然就有啲人話個 budget 點啊，咁一問佢 budget 點咧，即刻發火咁滯。佢同我哋都咁講嘅，佢教我哋嘅時候就話：我最憎人講錢㗎。你哋今日咧都冇地方分開幾個地方聚會，我哋嘅眼目擺喺邊度啊？我個靈性而家好差啊，過去一段時間都冇乜靈修。你嘅眼目擺喺邊度啊？尋找耶穌，親身嘅尋找佢。我和我家，我和我兩個朋友，頭先呢個 Caps 係嘛？即係呢個咁樣 very good， 可能有更多嘅。我哋男人自己整一個，年青人又整一個吉他班，請埋香港嗰個蔡牧師嚟睇佢學唔學？希望以後仲有機會同大家分享。過晒鐘啦。我哋咧都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天父，我哋咧再次嘅感謝你，因為咧我哋真係本來咧係唔配嘅，但係天父你真係好愛我哋，你願意咧洗淨我哋嘅罪。我哋咧今日咧真係都
去學習咧點樣係嚟到去尋找你，去即係去踏出我哋嘅第一步，我哋咧先要係要有渴慕嘅心，讓我哋咧可以即係去渴慕去揾到主你，亦都求主你讓我哋咧可以去看見你自己，讓我哋即係能夠明白咧，即係當我哋尋找你嘅時候，讓我哋尋到你嘅時候咧，讓我哋都去明白你更多，以至咧我哋嘅生命咧能夠被改變。主耶穌，我哋咧即係好需要咧去跟住你，我哋好需要咧喺我哋人生嘅路上面咧，即係佢有你嘅引領，因為咧冇咗你咧，我哋真係好似羊仔咁樣唔知去邊嘅，我哋需要一個牧人，所以求天父你都真係咁樣嘅嚟到去帶領我哋，讓我哋咧可以喺我哋人生裏邊咧可以有得着你嘅福分，同埋我哋明白你更多嘅時候，我哋唔願意咧將呢份嘅愛咧去傳俾更多嘅人。感謝天父，求主你咁樣嘅去改變我哋，去祝福我哋，聽我哋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讓我哋一齊起立。你跟住主去走啊！主你要往哪裡走，我就跟你走，領我走到世界盡頭，再回頭，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我們的禱告，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帶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裡去？主你要往哪裡走，我就跟你走，領我走到世界盡頭，一生不再回頭，讓世界我哋而家咧有為教會祈禱嘅時間。冇錯。咁首先第一樣嘢咧，就再一次多謝阿蔡牧師。